哦，啊！哇！啊！别傻站着啊！跟上！哟，这不是小莱娜吗？听说鬼狐大人跟你们一起回来了。这两个小鬼谁啊？新人啊？有时间再去切磋一下。好了，别围在这里。你们都很闲吗？想让我给你们多排些任务吗？走了。散了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里就是我们鬼天盟的第一据点。今天正好没有什么重要任务，大家才都聚在这里，等候鬼狐大人的指示。平时的气氛可是很紧张的。这里差不多有上百人了吧？鬼天盟的成员竟然有这么多！当然，我们鬼天盟是这凹凸大赛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集团。论人数规模，没有其他的参赛者团队能和我们相提并论。当我们集体行动的时候，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我们鬼天盟的力量。哼，不过是人多欺负人少，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？公平？你叫金氏吧？看资料，你还是个刚参赛不久的新人。怎么了？真不知道你是倒霉还是走运，大概还没见识过凹凸大赛残酷的一面。哦，你真的以为这场比赛有什么公平可言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从参赛者领到不同技能的那一刻起，不，或许早在那之前，就已经有了高低强弱之分。强者自然能各种逆天，而弱者就注定只能躲在角落里发抖。公平不过是个笑话。谁说的？就算刚开始弱一点，只要努力锻炼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变强的。没用的，打怪升级磨练技能，或许这些确实可以让弱者的实力增强一些。可问题是，那些本来就很强的人呢？随着时间过去，他们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，实力的鸿沟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大，直到让你彻底绝望。当你见识过那些排名前几位的怪物的战斗，你就会知道，我没有绝望。那又怎样？既然别人能做到，我们也没理由做不到。我可是一定要赢得凹凸大赛的冠军的呀！虽然之前就有这种感觉了，现在看来，你果然是那种热血笨蛋型的人。一般的道理跟你是说不通的。也许在你眼里，不管是什么挡在前面，只要燃起来吼几声，就一定能闯过去。好吧，就算你真是这么想，那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？紫藤幻，你也同意他的想法吗？紫堂当然和我的想法一样了，对吧？紫堂，他说的可能也没错。你说什么？真的，有些事情大概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吧。紫堂，为什么要说这种泄气的话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闯过预赛的吗？景，我和你不同。这届凹凸大赛一开始，我就参加了比赛，获得了原力技能。但是，很快的我就发现，自己的实力和别人相差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也试过去克服自己的软弱，打破自己的界限。可是，就像兰娜小姐所说的一样，在这个凹凸大赛里，谁又不是拼了命的在不停的变得更强呢？结果我还是永远都属于最弱的那一波啊！曾经我也以为自己变得更强了一点，我也想过大概早晚有一天能够脱胎换骨的，可结果呢？到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如一介新人的你，我真的
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金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也正是因为感觉到你知道那种可能性，所以我才奢望能够借助你的力量在比赛中晋级的。你尽管看不起我好了，可是我，子腾，你并没有错，这才是普通人该有的想法。啊，普通人、高手、天才、怪胎，你认为你属于哪一类呢，金？你一定在想着，不要听信我说的话，因为我是邪恶的一方。戴上面具的就是邪恶的，面带微笑的就是正义的，多么天真！是，我们都一样。踏入这个世界，领到原力技能的那刻起，也曾以为自己是被选中的、特殊的那一个。直到感受到绝望的那一刻，我们才发现自己原来是普通人。但绝望并不是我们的宿命，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再是他们脚底的沙子，我们是吞噬他们的沙漠。选择戴上这副面具，并不是为掩饰我们的弱小，而是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鬼天盟的存在。在这副面具的庇护下，我们才能超越挡在前面的高手和天才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而我保证会把胜利的果实平分给每一个人。这就是我们鬼天盟要走下去的道路，这就是我们鬼天盟必将实现的正义。金，我决定了。哦，已经决定好了吗？是的，我要加入鬼天盟。明智的选择，紫堂幻，欢迎你成为我们鬼天盟的一员。在这里，你一定能够发现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没关系，金，留不留下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就算不是鬼天盟的成员，我们也还是朋友，以后完全可以和平相处。我也加入，我也加入鬼天盟。金，紫堂，我们说好了要一起通过预赛的嘛，所以我不会留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的。金，鬼天盟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好？就让我亲眼来见证一下，没问题吧？当然，相信我，你不会后悔的。准备来大闹一场吧。